另外教你整一個發棍啦。咁我呢個份量咧就係整2嚿嘅啫，因為每次可以日整又新鮮。咁我已經落咗1.5 gram 嘅普通yeast 發粉，超級市場都有得賣㗎啦。咁跟住咧就70 gram 嘅水 ，OK， 攪勻佢。懶可以用呢個啦。Okay， 你可以等1-2分鐘咯，有啲人等唔係5分鐘咯。咁我懶嘅就唔需要。然後咧就100 gram 麵粉，然後好少0.7 gram 嘅鹽，因為呢個份量好少嘛。咁然後攪勻佢，攪勻咗變咗咁嘅。佢冇 ciabatta 咁淋節節嘅，因為佢係70% 水，咁係有啲手感啲嘅。咁然後我就攤佢20分鐘。20分鐘之後咧，其實佢冇乜改變嘅，但係咧佢呢個咧係可以攞得起，咁我就猜勻啲。呢個同個 ciabatta 唔同嘅。咁跟住你可以搭下去，你可以喺個台度搭都得嘅，都冇乜所謂。哦，濕下個手都先嘅，呢個但係就唔會黐得咁犀利。住你搭咗一陣咧，你覺得佢會光滑咗噶，喺上面，等佢冇咁黐嘅啫。咁跟住之後擺喺度，擺佢1個鐘，然後我就放落雪櫃2個鐘，然後出嚟再猜。呢個擺咗落雪櫃雪咗個半鐘至2個鐘，其實冇乜所謂嘅。咁你就攞出嚟啦，得幾靚仔，可以撳翻，磅下佢幾重先。170除2，大約85一嚿。跟住將佢整成一個波波，攤佢15分鐘，15至20，15分鐘之後就可以倒顏帽啦。咁將佢撳扁佢，撳到佢好扁。咁然後咧就喺呢邊接1個圈，撳，再接一下撳。你會見到你撳嘅時候咧，你見到啲波波會卜卜聲就出嚟嘅，嗰啲係空氣嚟嘅，冇乜所謂嘅，即係撳邊邊喎。去到臨尾呢度，咁樣接埋佢，黐埋佢，咁就得㗎啦。擺喺牛油紙上面，咁然後我就擺喺個牛油紙度，重用牛油紙，因為呢個唔係好黐。然後就等佢發大到2倍。通常大約1個鐘、1個半鐘咯，就可以焗噶啦，就係咁啦。焗完話俾你知下。
再睇下。嗱，1個鐘頭之後佢會發大到咁多嘅，大嘅。咁跟住咧就揾把刀啦，切佢。其實哎呀，我冇 assistant 幫我揸住。啊，整完咧，開啦，咁我擺落焗爐。OK， 得啦，430度，17至到20分鐘。我呢個焗爐咧好好嘅，因為有 Steam Assist。如果你係冇嘅咧，我見啲人咧擺啲水喺裏邊，然後咧擺落去焗爐之前咧，就揾個噴水壺噴下個包，咁就得㗎啦。嗱，5分鐘個包已經肥嘟嘟，好靚。